好啦，然之後嚟我第16條噶啦噃，16條就話有兩個圓圈交叉喺兩點 ，BD 係大一面查，意味住佢係呢個圓圈嘅直徑，即係話呢一個係一個半圓形，而呢一個唔係半圓形，佢係一個唔知咩嘅問題啦。所以咧，如果要揾 shaded area 嘅話，我哋會將成個大圓形減1號面積，即係呢一度，再減2號嘅面積，即係呢一個半圓形。明唔明解？如果明解嘅話，我哋開始 mark 翻啲數字啦。AG 係30，CG 係10，即係半徑係20。佢冇講 E 係圓心，所以咧，我哋話個圓心咧就 set 喺度先。我哋話 set 個圓心喺度，然後佢伸上嚟係20 ，OK？ 因為圓形半徑伸落嚟咧都係20，然後呢個係10 cm， 咁呢個係幾多 cm 啊？呢個就係20嘅2次減10嘅2次，再開方，佢係17.32 cm。OK， 佢係17.32 cm， 即係呢一個咧都應該係17.32 cm 嘅。好啦，呢度係10，呢度係20，所以咧呢度咧都應該係10嚟嘅。sorry， 佢係 given 嘅10。OK， 好啦，咁要 mark 嘅資訊咧就 mark 完噶啦。咁我哋睇下呢個角度係幾多啦，方便我哋揾呢一塊面積。呢個角度咧就叫17.3米啦，我哋揾咗啦，跟住除10啦。Shift tangent 好60度，非常之靚。呢個60度，呢個60度。好啦，咁我嚟噶啦噃。首先揾咗呢一塊面積先。呢一塊面積咧係20嘅2次啦，乘派啦。OK， 派 R 2次乘角度，角度係120度，除翻360。OK。然後減呢一個三角形嘅面積，呢一個三角形嘅面積係幾多啊？把我哋 formula 03啦 ，Heron formula 啦，17.32乘2 173.2啊，22啦。好啦，搞掂我呢個。OK， 咁我哋呢一塊面積咧就揾完啦。好，第二塊面積係呢一個面積。呢個調轉咗嘅啲，佢咧嘅面積就係由於呢一條係直徑，所以半徑係呢一個。佢嘅面積就係派 R 2次再除2。OK， 派 R 2次再除2，即係150派，明唔明解？如果佢係150派嘅時間，咁我哋就搞掂啦。呢塊面積加呢塊面積。總共俾呢個大圓圈去減派20嘅2次，去減上面兩個加埋，就係個答案啦。上面兩個加埋，我哋計一計噶啦噃。OK， 嚟噶啦噃。20乘20啦，再乘派啊，乘120除360，再減173.22。sorry， 加173.22。OK， 加咗佢，然後。sorry， 嚟個派乘20乘120除360啦，再減173.22，再加呢一嚿嘢，加150派，最後派乘20乘20減呢嚿嘢，派乘20乘20減呢個，答案就係539，4寫5入就係540，答案就係 D。